所以主耶稣伫个要离开世间之前，对门徒安尼用心良苦甲因讲，毋通心内毋通忧愁，毋通烦恼，我要甲恁得的。你若踮伫我内底，我就踮伫你内底。意思是讲，主去其实圣神落来，同款意思，伊要甲咱同在，要同在，爱伫听内底，咱来先听耶稣，要会记得耶稣重新过活了后，转来找学生，伫个海边看见彼得咧掠鱼，招来食早顿了后，问耶稣三个问题，还会记得袂？三个问题其实是同一个问题。什么问题？你有听我无？你有听我无？彼得讲：主啊，你知我有听你，我有听你。主讲：养饲我的羊，牧养我的羊。所以咱若无够业听耶稣，咱就无法度真正承担着这个使命啊！种去互万百姓将我温度，你家己都无做温度，你是要要安怎传温度？你家己都无学武功，拢咧佚佗，来对阿贤师无学武功，结果拢咧佚佗，然后你要安怎去传温度？所以咱家己先做温度，咱做温度就爱互上帝甲咱装备。有当时啊，咱来放落家己，看无家己的智慧，家己的迄个价值观念，家己的想法，有当时啊，就爱伫主的面前降服，讲主啊，就听你的，毋通听我的。我搁伫社会上，搁有甚物款大的地位，有甚物款身份，我伫主的面前，我只不过是萝卜，只不过是羊那尔。所以我知影讲啊，原来上帝互我。伫这服侍过程当中，迄个不如意、无真成功的迄个环境，是要互我知影，我是上帝要做工，上帝要做工伫我身上，要装备我身上，要互我看见伊的丰富，互我会当顺服，会当活靠。所以耶稣对这门徒伫第9节、第10节，伊讲：我有听恁。亲像爸有听我，恁若踮伫我的听，意思讲，恁若是浸伫我的听内底，咱若去浸温泉吼，敢有人甲浸骹尔，一定是规个身躯浸落去，浸落去，哇，规身躯安尼加偌爽快安尼吼。你若踮伫我的意思讲，你若浸伫我的听内底，我的听是讲。无量的听，迄听足大，迄听那像海，像温泉的水，遐尼丰富，遮尼温暖。你若踮伫我的听内底浸落去，泡落去，然后你若是踮伫我的听恁就要修我的诫命，恁都有能力通修诫命。什么诫命？耶稣甲讲一个诫命。恁着彼此相听，然后听厝边亲像家己，人着看起恁是我学生。所以要听，爱先互人听。你要听人，你若无互主听，你毋知影要用什么款的听来听人。有当时用咱的方法，但是主要互你感受到伊的听，然后你真自然，你就会当流露迄个听的迄个温暖。所以伊讲，你若踮伫我的听，就等于修我的诫命，就要踮伫我的听，亲像我有修爸诫命共款，也踮伫伊的听。意思耶稣咧讲吼，咱是一共一体，我甲爸是共一体。恁若既然伫我，恁就会当来到上帝面前。意思是讲，恁甲上帝无隔离啊，无隔离，你听用祈祷。所以耶稣应允讲，你若求，就互你互你找着。拍门就甲你开门，毋过咱讲毋过咱祈祷真济拢无效，因为你咧祈祷，你敢有方向？你敢有真正听到主的声？你敢有法度静落来亲近主，互主会当甲你讲话？如果你若无，咱的祈祷真济时是咱家己心来想的，无一定趁主的意思。所以我即摆知影，原来会当行完信仰的路程，会当做一个互主欢喜的基督徒，要成做一个
有气力的牧者，也是同工，也是一个咱的长职，都爱踮伫主的厅内底，爱浸伫主的厅内底，然后甲主同行，毋通离主远远，爱甲主同行，而且是日日每一个时刻。所以，咱有气力是对主来的，毋是咱过去的才能，毋是咱过去的身份地位。咱会当结果子，是因为迄个对真葡萄酒的迄个营养分走来伫树基，互树基滋润，互树基自然发生迄个生出果子的效果。所以，咱讲要做见证，上大的见证就是，互人看见上帝伫咱的身躯顶面所做的工，这也是见证。有的见证安尼。我感觉这毋是见证。有人讲，好，感谢我要做见证。阮囝考到台大，阮头家做医生。我感觉这是上帝祝福。毋过，佫若佫较好诶，讲吼，阮囝为着主去倒伊所在，去泰国也是去倒伊宣教。吼，咱有底宣吼，为着主所付出诶，迄才是见证。做伫主诶身上。才是有算，才有算啦，才会寄伫天顶啦。你若是家己迄个世间的价值观念的标准的，迄款的吼，毋是主的标准。所以千万毋通搁迄掠做有半骄傲的迄款的讲法安尼吼期待咱生命若到一个程度，互主伫咱身躯顶面做工，互咱渐渐衰微，互主渐渐高久。那安尼。咱着伫主的厅内底同行到一咱一生。咱是天国的国民哦，咱毋是要活伫世间永远哦，咱要永远是伫天顶。所以今仔日基督徒伫教会要做啥物？就是做未来伫天顶要做的。比如讲娱乐、赞美、敬拜，这是下摆咱伫天顶要做的。因为看启示录就知影。所以如果咱即马伫咱的信仰内底有真侪方向毋对的，紧甲调整倒转来，甲主结连做伙。你若听有上帝的声，你就知影下一步要安怎行。你就袂烦恼你的未来，你就敢为着信仰踏出一步。当这时，摩西带遮的百姓要离开埃及的时阵，迄头一个若无踏咧红海，红海也袂分开啊。迄袂讲先分开，了互你行，哎，头一个人踏落去，爱踏落去。爱要看见神了，就爱你爱有行动，表示决志。伫去年的8月迄段日子，我看见上帝神力的奇妙。迄款社会内的资源，虽然真侪人拢送无够，毋过敢若送来佫有剩，佫会当有剩通分去山顶。所以上帝恩典够也用，上帝恩典超过咱所想的。迄阵我若是招同工来开会讲，万请咧，迄人万请甲我送来咧，我先招小会开了后才来决定。迄阵阮剩2000箍，逐个人拢是厝的远，拢受到损害，较有可能会通过讲要做救灾。但是因为上帝无互我即个选择，互我伫伊所做的工顶面，我降服顺服，所以上帝做美好的工。互遮原住民诶，遮灾民因得到温暖。伫阮遐诶，所大诶人无人食便当。伫阮遐是5项菜，一人汤，一个水果。灾民哦，我甲因做伙食吼，迄一个月吼，我嘛肥2-3公斤呢。迄从来毋要食较好诶啊吼，因就是拢肉吼，我鱼啥拢有安尼，因为足丰富诶啦吼。所以吼，上帝恩典到遐，你敢无？你敢？甲主同行无？你敢踏出一步无？你敢甲你的家己放落来无？你敢背去十字架无？你若敢，上帝讲，我拢负责，我拢负责，金甲银我拢无，只有将耶稣基督互咱。嘛，咱此后咱的过来日子，掠主做咱中心，亲近主，亲近上帝，互咱甲主会当伫迄个。安静的时阵，听对话，听到伊的声音，知咱过来要安怎服侍，主会通过圣神教导咱明白真理，
但是你爱互伊时间，做这时阵咱祈祷会拢咱祈祷一大拖，祈祷落长了，继续。祈祷会嘛爱互上帝回应着，恁讲啊尼济话嘛，互上帝讲两句啊。所以祈祷会嘛爱安静，有迄个静谧的时间，看会当听上帝声袂。有当时拢咧祈祷会，拢咧求，其实上帝知影咱的需要，你所欠的，伊拢知影。伊讲你着成就伊的国甲伊的义，所有一切你所欠用的，拢要祝福你。毋茫咱三脚来拍拼，这条路无好行，路细条，门会矮啊。伫台湾只有2%的基督徒，咱是真好运被竞选的。毋过咱竞到头的担嘛真重，伫即个都市遮尔侪人的所在，咱有真侪灵魂的负担。但是咱无法度靠家己，你无法度靠家己用口才去来传。你就算甲伊辩甲赢嘛无食。你爱用你的生命去影响伊的生命。你的生命若无改变，无换新，无气骨换新，无穿新人，无互上帝伫你身上做工，无信心的带领，你要有气力去影响别人吗？你有法度互看见你所结的果子？你结的果子，毋是你穿迄个足水的衫裤甲 LV 的包包哦，毋是哦。结的果子，就是互人看见，哎呀，你是真正属伫耶稣，你是真正结连伫主的。如果你若结连伫主，你就免烦恼。上帝恩典够也用，咱三个来祈祷。主，阮甲你感谢。若毋是你的听，今仔日阮抑阁是咧做罪，伫罪中做罪人。若毋是你十字架的功效，十字架顶面所付出的生命代价，阮无愿望，阮无救恩，阮只有今生劳苦陪当当尔。他今仔日主，阮真做得救的人，阮要回应你的听，互阮用行动，用幸福，用阮所存来的日子来互主来使用，装备阮，互阮真做合理所用的器皿，互阮真做合理所用的器具，通伫未来找欠阮的时阵，阮会当伫主的面前，真做真忠的奴仆。祝福阮所有在座每一个兄弟姊妹，互阮拢结连做伙，甲主你结连做伙，伫你的听内底，阮享受迄款大的听的温暖，也分享着阮所领受的恩典。甲你感谢，祈祷靠耶稣基督圣名，阿免。